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9月24公视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碧君。礼拜暗时，台中市的中区一台305的公车，伫咧立川东街甲中山路的路口，要倒弯的时去弄到等咧过车路的2个查某大学生，造成1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警方是按照过失致死罪嫌甲公车的驾驶送办，检察官以20万交保，落尾这个人从无钱改名以1万块交保。台中市交通局表示，这间客运业者伫咧5年以来，已经造成2个人死亡，共有69件受伤的事故，会甲业者罚120万。好，这边就好，这边就好。人互公车底掉咧，警消赶紧用假死共救出来，不过人已经无喘气、无心跳，紧急送医，还是救袂回来。另外一个查某人意识清楚，手甲脚拢挫伤。22暗时9点左右，这只305公车对立川东街要倒越中山路，所弄到行伫斑马线顶头的2个女大学生。林女经送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急救，院方宣告死亡。全案依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办理，并转交通大队厘清肇事原因。警方初步判断，公车甲过路人拢是青灯，双方拢无弄红灯。不过公车无停让过路人，才会造成事故。客运业者表示，这个细细的驾驶服务15年，唔捌出过车祸。应该说，我们先停等的部分没有落实啊，那可能就转弯那个角度的部分，可能他也没注意到行人走过来这样。至少在提醒驾驶，就是一定要落实所谓的停等的部分，转弯的时候要停等。将对客运业者进行重罚，并市府会协助死者进行后续的赔偿事宜。台中市交通局有要求，公车驶过路口的时爱停让，嘛要用手比出来确认过才会当继续驶。不过实际去意外现场，要是有公车要越的时，无驶较慢，嘛无停让。2个女学生读的东海大学升录的协助学生，做我们校内的一些紧急纾困或者这个諮商的一个部分，包含当天跟他在一起的另外一个同学，我们现在的一个教官也在跟他准备跟他做一个接触。东海大学谴责这个意外，除了希望会当理清原因，校方也协助过身的适龄学生申请应有毕业证书。记者综合报道。国道1号237公里的所在，昨暗时10点外发生车祸，有2台小客车相撞，拢伫咧车路顶并车，有3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车祸发生伫咧昨暗时10点25分左右，目前也无了解这2台小客车哪会相撞。云林县消防局出动2台消防车甲4台救护车，甲吊伫咧车内底的4个人拢救出来。现场有3个人无喘气甲心跳，另外有1个查甫人骨断。国道1号也因为这阵车祸，一度只有内线车道通通行。现场伫咧暗时11点44分的时阵排除。接下来关心天气，今仔日虽然雨势有较短和，不过风面渐渐刷来台湾北部的海面，也是有部分地区会落雨。咱做回来看分图。今仔日金门、马祖甲澎湖也有可能落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也若过到中部以北、东北部，也有东部的山区会落短暂雷阵雨。暗头开始受风面通过影响，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也是有机会落雨。也若今仔日台湾各地头以澎湖、金门的高温到是30到34度之间，伫暗头开始低温伫24度到27度左右。马祖地区规港温度是21度到26度，有小可较凉。日本甲南韩即几天也拢落大水雨，伫咧南韩的釜山，雨水量创下9月的纪录。南部地区有900多人所开。也若伫日本的伊势卡瓦县能登半岛，毋若市区淹水，水崩山搁甲厝冲走，已经造成6个人死亡，超过10个人失踪。其中有市区的雨水量已经超过平常9月雨水量的重倍。雨水流来了，甲规个路拢砍掉去。日本石山县轮岛市市区的龟仔路做大水，对空白画面看落去，龟仔路变做溪，水阁正错流，水淹到半个脸才悬，规涂骹拢落过霉，土石流也甲厝冲海去。ずっと読んでる人っていうのはどこにおるかって言って読んどったけど何もダメやったって何もヒントなかったって。救护方面来，佮加上风台葡萄霜带来正百的水汽。
石川县伶仃半岛大雨落袂停，市区做大水，造成民众死亡加失踪。根据统计，轮岛市伫咧48点钟久内落要加500毫米的雨，涿州市也观测到要加400毫米的雨，拢是9月平均降雨量的2倍较低，两项拢创日本观测史上的新高。昨日の朝8時半ぐらいかな、市内を穴水町からこの輪島の私の家の方に走っていたら、急にこの30分ぐらいですごい水が増して、車の半分ぐらいが埋まるような水になってきて。石川县伶仃半岛今年初才发生规模7.6的强烈地震，昨晚高拄到大雨的侵袭，和轮岛甲涿州变做重灾区。日本气象厅也叫伫石川县一个共款伫咧沿海的深海习惯的居民，伫8月中昼进前要保持高度警戒，以免大雨造成进一步的灾害。公视新闻张伟林编辑。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报纸。桃园县是自由时报，台湾这几天一直落雨，受天气的影响，台北为顶礼拜六开始，菜市每公斤的批发价销拢超过47块。农业部农粮署讲，目前受影响的主要是短期的叶仔菜类。落尾天气若较稳定，10月开始菜价有机会较落。中国时报食药署预告修正必要的药品清单，甲每2年修正一摆清单的规定改做1年检讨公告一摆，也扩大到597项。那临床需求这市占比率超过60%，会变鼓励这必要药品的清单。落尾是联合报，2024年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名单出炉，台湾伫年度科学影响力的排名不分学问领域，入选1407人，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大约有22万名的科学家入选。今年台湾的科学家入选的人数甲去年差不多，但是全球入选的科学家人数是增加要8万人，咱台湾的占比也就无增加。专家认为是爱重视的警示。所来关心有一个22岁姓郭的查甫人，8月底到上海以后，煞失联大约有1个月才长。国台办昨表示，这个姓郭的查甫人因为涉嫌诈骗，正在接受调查。陆委会是对此表达高度的不满，认为中国到今拢无向咱来通报。外交部是搁再呼吁民众对海外的求职诈骗爱细疑。新闻内底穿着高雄中山工商制服的，就是顶个月底入境上海了失联的22岁姓郭查甫人，亲友正着急要找人。国台办伫咧23日到有上新的回应，讲姓郭查甫人因为涉嫌诈骗，正伫咧接受调查。中国有关方面会依法保障伊的合法权益。他要么不是被朋友就是骗过去做那种诈骗的，不然就是去玩，然后就是被抓走。国台办无具体说明过姓男子涉及倒一种诈骗，真实性一个居留地点一块确认。陆委会回应讲，基于无罪推定，一个保障当事人权益，单方希望中共有关部门赶紧提供案件详细说明。中共到即马拢无向咱方进行限制人身自由的通报，咱方正不满。不过，这几年来，跨境诈骗案件正严重，就包括真侪代志人士涉嫌假造中国的公安甲执法人员，伫西班牙利用电信网络跨境诈骗中国的民众。今年8月初，又涉及诈骗被通缉或者是限制出境的20位少年男女，想要坐渔船偷渡到东南亚。不好意思，我们不会跑。好，有水，可以给我水吗？美国国务院等相关部门伫最近发香港经常建议，警告伫香港做生意甲旅游将会有人身安全甲法律的风险。除了陆委会提醒个人到中港澳爱注意人身安全，外交部也再一遍呼吁个人爱注意海外窃头路的诈骗。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有诈骗集团是专门锁定好价的老大人，而且要甲因骗进前，佮要求要去办自然人凭证。确认这个老大人敢真正是好价人，甚至有诈骗拐人投资，叫被害人摕不动产去借钱。警方也怀疑讲，无的确有大师咧协助因办理这款代志。目前上无有18人互人诈骗，不动产损失超过2亿。
在旁边。我的名字。回应问题考期严肃，配合远景超车，警方巡逻行动嘛派人敲找地政署事务所。为公司内部查考真侪文件，拢是厝的抵押款设定。警方办案发现真侪的被害人互人骗，拢有一个代书地道3工。将被害人的房地产予以设定，在抽取手续费、中介费之后，所拿到的剩余的款项均被诈骗。警方调查，真侪不法集团用假投资、假公司、连骨头的诈骗，先绑一烟皮，搁骗了有线，叫因都爱甲房产设定抵押甲民间借贷，到尾甲借来钱嘛拢骗了了。被害人的业绩拢乌有去。奇怪是，经办的代书拢是共一人，互警方怀疑伊原来牵涉到诈骗。我们就是只帮他送设定抵押权，就这些而已。那他说我佣金收回扣多少？我说我没有啊。那你说我去诈骗他们，请问我诈骗什么？涉案代书公司伫新北市永和，警方查出这2年外经办超过2亿的房产，有18人受害，大部分拢是高龄长辈。不过伊法院王讲，每一案收5000拢是行情价，雄雄互警方逮捕，感觉无奈甲意外。同款对长辈落手的还有一案，警方讲入去的所在掠到真侪嫌犯，因拢要要求被害人申办自然人凭证，清查对方名下财产了后，专门拣有钱的老大人来骗。高龄者很容易被诈骗，主要是有一个部分是孤单。那诈骗集团可能就切入这个点，建立关系之后，就想尽办法来骗。老民建议换教楼买有教楼，长辈当参加社区大厦等各项工作活动，学晓安全理财，尤其是高脑长辈方面，买当建构社交人群活动，透过互相提醒，卖变做互人骗的高风险族群。记者综合报道。新就任的台北101党市长贾永泽进前有收到恐吓的电子批，甚至有诈骗集团用伊的名咧网络顶拐民众投资股票。针对诈骗的手法，800款数位发展部长也依个防诈条例的相关处罚，要求网络广告平台若奉通知有人看诈骗广告，要伫24点钟以内落架处理。也要求平台要做广告徛名制，公开这个广告是啥人出钱，啥人看广告。未来逐年平台也拢要定期发布透明度报告。新任台北101党市长艺人贾永泽出席活动，鼓励大家做流感甲新冠疫苗强化防护力。贾永泽进前收到恐吓电子邮件，讲要对伊不利，结果佫有诈骗集团假造伊设立名册，分享投资股票秘诀，佫引起外界关注。假名册随后情况，贾永泽也提出澄清。现在 FB 太多这种诈骗了，也想要呼吁大家，就是切勿以身试法。都因为诈骗集团不时假用名人的身份，以网络广告骗民众投资股票。所谓发展部第3有个防诈条例的相关处罚，要求网络广告平台一旦奉通知有刊登诈骗广告，要伫24点钟来贴落来，也要求平台公布广告出资者、刊登者身份，平台甲他人约定直接投放广告，有望爱公布资讯。网络广告平台如果经过通知，它要移除这个大气广告的期限，我们按照一般的是24小时，也跟业者讨论，他们也可以接受。专家认为，面对网络诈骗广告真侪，各像变形通同款，以伫假用无共名人的身份来诈骗，真紧摕落来等于增加诈骗集团的投资成本。方面是提升原本诈骗集团他们要投放广告的资源会变多，比较会浪费他们的投放资源。一方面就是加速了对平台的审核，它加强透明度的部分。通常它已经上去，如果说它在这个网络上时间越久的话，那当然了，这个被害人数可能就会增加。通常这个都是用空头的账号啦，或者是在境外的 IP 啊，来注册来做这个申请，挂上这个名义啊。最主要是要下架。主法规定，平台业者无伫期限已读，会当罚上当500万以下罚款；经济重大者会当罚2500万以下罚款。若有缘无改正，要求业者做流量管理，上当会当停止解释。所谓发展部表示，相关处罚拢有过30天，若作业顺利，上近年底有希望上路。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国安部长发布一篇文章，讲台湾有一个组织，不是普通的骇客，是台湾主通电军的单位。佮讲伊即马已经锁定3个阿兵哥，嘛公布因的名声佮相片。这也是中国伫6月发布反台独22条了后，头一批互中国立案侦查的台湾民众。
不过，咱的军方表示，因指控的内容拢唔是事实。中共国安部23发布一篇标题是"起底台独网军匿名者24"的文章，提出这个组织并不是普通骇客，而是台湾主统电军所属的网络战练队环境演习中心，负责对中国实施网络舆论战。佮加讲锁定3名主统电军现役军人，公布因的名甲相片，正做中共6月发布顶伫台独22条意见以来第一批互中共立案侦查的咱国民众。不过军方反驳，中国指控内容并不是事实。针对陆媒指控我们国军亚骇客公路，我们所属的网络战联队是负责执行国防资讯及网络安全维护等任务。那对于陆方的指控的内容并非事实。详细看中共点名的匿名者64社群平台，多数以简体字来发文，典是对中国机构官网、户外电子荧幕进行网攻的状况。军事专家指出，咱国主统电军只有伫战时才会针对敌方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进行瘫痪攻击。网络攻防的实力，在成平时期是作为防卫所使用，也不会不断的去攻击特定国家或地区。那在战时的时候才会发挥真正的攻防效果。不管是自动电军或其他的情报单位的这种成员的个资，我想都会高度保密。两方学者分析，中国相关动作是咧进行认知作战。选伫这个时间点，无排除甲瓦近湘西国庆有关，借此来去彰显出说，中共其实在掌握台湾这部分已经有所这个动作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啦。双十国庆这个赖总统应当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演说啦那是不是有借此来去希望借由这样的方式来施压？学者认为，中共伫颁布顶伫台独22条意见了后，包括伫各台办网站上开设专栏，提供举报信箱的方式，拢是咧找安怎达到相关效果，目的拢是要为着恐吓台湾的人民。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最近有公开一件无人机研发制作案，学者分析，内底一种 FPV 无人机会比一般的无人机速度更较紧，操控性更较好，小战的时是真有利。另外，美国的无人机航本团队咧台湾交流，希望把台湾的厂商列入去美国的无人机产业链。透过显示器，官兵两手操作摇杆，看起来就像咧拍电动啊。其实，当咧远距测试挂载炸药无人机，为着目标了后，直接摧毁为电脑荧幕看无人机的实时影像，是以第一人称视角显示。国防部证实，当咧验证第一人称视角 FPV 无人机。FPV 无人机因为它的速度以及它的这种操纵性的，就是又更进一步提升，所以它经常被用于改装、携带反装甲武器等等的，去作为攻击对方车辆或者载具的一种重要的平台。建立高兵战略，国防部对内采购6款军用双轨无人机，总金额约69亿，预计年底进入量产，明年会当开始移交部队部署。那美国官方做无人机访问团登咧台湾交流，希望将台湾厂商带入美国无人机产业链，对地面目标做侦缩、辨识跟追踪。这是中空院建制的建上款辐射无人机系统，传出美国有高度向助加强登咧寻求飞航供应链，代表有希望深化无人机合作，可能会由咱国业者在港生产链附件，甚至由美国大牌代销毋拿空战实力。台湾向美国采购的108台 M1A2T 战车，头一批预计12月来台。部分的种子教官已经回来，而且也开始投入接训的各项准备，会随着第一梯次的装备交运展开整个换装训练。传出明年2月，军方会开始换装训练。专家陈国平推测 ，M1A2T 战车有可能驻防陆军6军团，负责首都甲北部地区防卫任务。记者综合报道。以色列战机23向黎巴嫩南部、东部真主党总共1300个目标发动攻击，至少有492个人死亡，超过1645人受伤。这也是2006年以色列甲真主党战争以来死伤上重的一天。黎巴嫩南部沿化城市西东，天顶规个拢青烟，真侪人赛车走着机会要逃走，就伫以色列攻正扩大对真主党攻击的时阵，
南部百姓接到简讯，讲你人若是伫咧藏着真主党武器的建筑物内面，就要赶紧离开。 بدأت تضرب ولا تكفي يعني عم تزرق السيد حسن بلش حرب。以色列伫咧过去24点前后，向黎巴嫩南部甲东部真主党大约1300个目标发动攻击，造成大规模死伤，包括伫咧贝鲁特有针对性的攻击。根据真主党亲军人士的讲法，这个目标就是真主党第3号人物南部建设负责人阿里卡拉基。 المتمادي على لبنان حرب إبادة بكل ما للكلمة من معنى。真主党要告军火库几落百万粒火箭弹加弹药，便加救护车被摧毁。阿拉伯国家严厉谴责，国际社会希望双方能退一步，并且希望联合国安理会对以色列的危险性质进行监护。伊拉克希望阿拉伯国家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开紧急会议。 אני חושב שהיום הזה זה גולת כותרת. ביום הזה למעשה הגענו למצב שעשרות אלפי רקטות。因为伫以色列第3大北部港口城市海法，空袭警报若响的时阵，大家拢疯狂找所在比。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超过200粒火箭弹，以下长度就未满1年的时阵，以色列自过去打击哈马斯目标，一直轰炸加沙，即马甲重点转到北部的边境，改做锁定背后有伊朗伫咧支持，三不五时就向以色列攻击的真主党。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卡塔半岛电视台设伫约旦河的西岸，拉马拉的办公室2日半暝3点，互以色列官兵以打击恐怖主义做理由冲入去管制，而且下令要关起来45天。电视台指控以色列军队危害民众知影代志的权利，目的是无要互外界看到加沙战争甲占领区的真相。 伫约旦河西岸的拉马拉，按照奥斯陆协议规定，是隶属巴勒斯坦的自治政府管辖范围。日透早，以色列军队故意大阵封锁半岛电视台大楼4周围的街路，全身武装的士兵破坏办公室入口，强行走入去。半岛电视台的分社主任欧马利随开机，甲规个经过拢用摄影机录起来。 نغلق ونسكر يعني؟ طيب ماشي معنا 10 دقائق قديش معنا وقت؟ بنجيب بس شنطين يعني احنا مضطرين المغادرة في هذه الأثناء 以色列士兵摕一份法院裁定文件，查扣办公室内底的文件甲设备，要求所有人拢要撤离，搁下令电视台关45天。纳坦雅胡政府今年5月也用同款的手段，爱半岛设伫东耶路撒冷的办公室关45天。今年已经4届点燃，不过这无影响半岛伫西岸也是加沙两地的播出。持续报道以巴的冲突，半岛指控以军的做法，毋但违反奥斯陆协议区域主权划分的规定，搁公开危害大众的权利，目的是为了无要互外界看到加沙战争甲占领区的真相。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对这代志表达正式的关心。We're very concerned anytime, anywhere in the world, media offices get closed, especially in conflict areas. The journalists are the eyes and ears of the world, and they need to be able to do their job free from harassment or any other type of impediment. 以军是讲，半岛的拉马拉办公室会互人关起来，是因为用来支持恐怖分子的活动。公司新闻汪慧文编译。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3到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伊对美国的总统拜登甲两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出胜利计划。这份胜利计划包括3个元素：第一是加强盟友的军援，而且对罗西亚外交施压，阁有追究罗西亚发动战争的责任。乌克兰也希望放零使用长距离飞弹的限制，但是罗西亚捌警告，这代表罗西亚甲北约的开战。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到美国了后，先见证宾州甲乌克兰扎波罗热签姊妹州协议，要参观伫咧宾州一间陆军大药场。泽伦斯基这次去美国主要任务是要向美国总统拜登甲两党总统候选人提一项胜利计划。Україна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в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ах план перемоги. Першим його побачить повністю президент Америки. Звичайно, представлю план перемоги усім лідерам країн-партнерів, які так само, як президент Байден, є лідерами світу, можуть стати лідерами миру, допомагаючи нам із планом перемоги. 泽伦斯基真正的声明内面讲，胜利计划包括3个部分：加强盟友对乌克兰军援，对俄罗斯施加外交压力，
追究俄罗斯发动战争的责任。在进前几个月，乌克兰一直希望美英等西方盟友会当放定使用远程飞弹的限制，来实现远程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不过，俄国总统普京进前就警告讲，若呢死做，就代表俄罗斯加北约将会进入全面战争。克里姆林宫也讲，对胜利计划内容持保留态度。Сообщения СМИ, если когда-то уже будет по официальным источникам появляться какая-то информация, то мы, конечно же, внимательно это изучим. Изучим. 泽连斯基尾也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强调普京已经偷走真侪物件，不过伊永远无法度偷摕世界未来。丹麦总理弗瑞德里克森23呼吁盟友批准乌克兰进行远程打击，包括芬兰、瑞典等国家伫战争拢已经表示支持。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伊朗东部一搭炭坑发生甲烷爆炸，至少造成51个人死亡，20个人受伤，也佫有真侪人受困伫咧内底。伊朗总统虽下令调查事故原因，也要检讨改善安全的措施。当头炭车转来到地面来关心的工人发现，在毋是矿山，而是一具的遗体，大家拢真伤心。救援人员赶紧将伤者送病院急救。伊朗东部的南呼罗珊省塔巴斯一个私营的炭坑，拜六传出爆炸情形，当时至少大约有70名工人正伫炭坑内底工作。好运捡到一条命的工人，想到当时的情形，伊原是感觉真恐怖。تو کارگاه بودیم داشتیم کار میکردیم یک دفعه دود بلند رفت بعدش یک دفعه دیدیم نفسام تنگ رفت ما خود ما انداختم از حساب از کارگاه پایین به حساب دو دسته پایین فقط دانستم خود ما برسنم به جایی دیگه ولی خود رفیقام نه دیگه 这个意外造成50多人死亡、20人受伤的惨叫，官方初步来证实事故起因是甲烷外泄引起爆炸所造成的。 آتش سوزی یا تخریب نبوده بلکه انفجار گاز متان و به صورت خفگی به حساب ایجاد شده. 塔巴斯是伊朗涂炭上大的产地，产量占全国7%。意外发生了后，正准备要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伊朗总统随即对罹难者的家属表示哀悼之意，同时下令彻查事故的原因，并且检讨这个安全的缺失。 بررسی علل و عوامل منتهی به وقوع حادثه شناسایی مقصران و نیز اینکه آیا جهات ایمنی و تجهیزات لازم برای کار در معدن فراهم بوده برای کارگران در دستور کار و بررسی دستگاه قضایی قرار گرفت. 出代志的炭坑内底，军团出要24人掉伫内底，不过炭坑内底救援味也是真重，要搜救行动特别困难。公司新闻张回并编译。今仔日国际也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德国一间医疗器材公司2个高层主管，在今年6月伫菲律宾互人绑，而且掠票。死者分别是中国公民加美国籍的华人。诈骗甲2个受害者骗到菲律宾的台湾籍嫌犯李娜，伫咧南韩互人掠着，会到中国受审。 罗西亚一只军机下晡3点3有3摆侵犯日本的领空，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上空来应对，而且也头摆向罗西亚的军机发射焰弹来警告。日本也透过外交管道向罗西亚来抗议。世界卫生组织昨表示，非洲今年到今已经通报约3万的AIDS激素病例，大部分都集中伫刚果民主共和国。 非洲大陆今年以来超过800个人疑似因为 AIDS 死亡。印度昨也通报当地头一个 AIDS 新病毒株的病例，患者是为阿拉伯入境。总统赖清德定出2032年100万岁厝家庭支持计划，其中要起社会主体25万户，包租代管25万户，购租金补贴50万户。 不过，就有国民党立委讲，今年底进前甲租金补贴目标提升到75万户，每年预算要变到335亿。而且，佫讲2022年到2024年的租金补贴变的预算，偏社会主体是佫较济，偏起社会主体是佫较济，认为政府拢无咧按算。
赖清德总统定2032年百万租厝家庭支持计划，包含直接现金社体25万户、包租代管25万户、租金补贴50万户。按过国民党立委指出，今年底前租金补贴目标提升到75万户，每年预算编列335亿，而且2022至2024的租金补贴预算468亿，比现金社会主体的工程款454亿更济，这个是颠倒操作。发钱补贴是最廉价、最投机的公共政策。75万户的租金补贴，让赖清德8年的社宅政策是3个月就可以达标，这根本就是把租金补贴当成社宅政策，偷换的概念，大炒短线的做法，完全无助于居住正义的落实。基本上，我们是社宅就归社宅，那租金补贴就归租金补贴，绝对不会因为租金补贴多做了而少做了社会住宅的这个部分。国土署保会讲，主体三大政策互相辅助无冲突，另外调控运用通照顾无共需求的民众。不过，在野立委批评，目前租金补贴敢若补助到厝主，也有可能变相互租金变悬。民团是讲，政府的相关配套无完善，互租金的补贴米易拍折。要如何让房东租屋市场愿意透明化，然后愿意就是让房客申请租补，让房客申请租金报税？政府要借由政策的资源跟方法，让租屋市场的屋源的供给这部分能增加跟提升，才能让租金补贴有一个比较好的配套。民团是讲，政府推撒租金补贴的同时，嘛爱解决租厝乌市的问题，安尼无是头壳大新。国土署表示，会持续透过租金补贴专案，定期掌握市场租约资讯，打破租厝的乌市，明定租赁契约适用小部分，规定厝主袂使限制厝卡申请租金补贴，落实租厝的民众权益保障。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台北市雨落真大，大巨蛋的室内也在漏水。有机关就批评，相信暗暉要伫大巨蛋举行，就要赶紧处理。台北市长周万安表示，已经要求远雄针对漏水严重的所在，要伫咧10月初时进行改善。人就伫咧厝内选野雨伞。因为外口落大雨，大巨蛋内边也落雨。台北大巨蛋伫拜六办这棒名次就是做引退赛，2场比赛总共近8万球迷入场，也创连续2天满场的纪录。不过伫台北市连续落大雨了后，大巨蛋除了座位区以外，一个出入口甲停车场也拢漏水。停车的时候有发现地上有积水，会有点担心说，如果雨量如果过大，自己的车子在底下会不会有一些安全上的考量？身为市民的话，确实会觉得有一点觉得施工品质不太好，希望赶快解决，不要发生漏水的问题。对此，远雄公司伫咧日日对外道歉，共统计日2天总共有400位民众受影响。伫咧出顶帮一个排水检查工程完工进程，会撇开固定的地水的卖票的区域。不过议员批评，国庆暗暉就要到啊，大巨蛋还阁伫咧漏水，敢讲叫外宾因野雨伞听工会唱歌。国庆演唱会难道要让这些各国邀请来的元首、外宾、代表、大使，坐在大巨蛋里面撑着雨伞来听江蕙的歌声吗？网友当然也酸说，难道这样子听落雨现在是比较应景的吗？奉劝蒋万安还是尽速赶紧启动这个审查机制，让外部单位来审查。台北市长周万安是强调，已经要求体育局强烈要求远雄随进行相关的改善工作。远雄是提出分级改善措施一个期限，并且每礼拜停播相关的改善进度。针对严重大面积漏水的区域，远雄就要伫咧10月初时进行完成检修。针对严重大面积漏水的区域，在10月4号前即刻的进行改善完成。另外，零星的漏水地区，远雄就必须落实他们当时10月底前全面改善完成的承诺。伊若对议员建议市政府引入3方科学，周万安是回应讲，之前已经请台北市技术工会协助提供专业的改善建议。会继续保持联络，因若体育局下昼派人去大巨蛋实地勘查，也会透过定期双边工作会议，继续追踪改善进度。除了要伫咧国庆暗暉进程，确保座位区也有使用区域未受影响，也希望远雄一定要伫咧10月底进程，把所有厝顶的防漏改善工程拢完成。记者综合报道。世界12强棒球赛伫咧台湾时间11月初10比赛，
台湾、甲日本、韩国、古巴、多明尼加、甲澳洲排伫 B 组。比赛预赛13开始拍，台湾队头一场就是伫台北大巨蛋对阵这个韩国队。昨举行赛事记者会，棒协的理事长高仲良就致辞的时，画出世界排名的目标，要冲到第1名。我们现在世界排名本来是第4，现在我们今年的努力呢到第2。我目标是第1。接下来我要讲的话虽然不中听，可是我想也是努力目标，就是我们的职棒真的是必须要加油。我们的职棒呢拖累整个我们的排行。我们的基层棒球一直在进步，可是我们的职棒一直在退步。棒球的提升应该是全面性的。我想我们的本土投手也欠缺嘛。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需要。支持棒球的这些企业多投入职业棒球的运动。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表示，棒球会提升是全面性的，本土投手也真欠，有真侪结构性的问题，需要企业投入职业棒球运动。蔡其昌也讲，世界12强棒球赛的名单按算10月初会确定。台中捷运一个姓柯的副站长，伫咧这个月11暗时，伫四维国小站的电扶梯分去，送病院也是救无倒来。着员工即期，台中捷运为着省人事成本，甲保全拢调入去车厢内底，无法度发现副站长分去，延长着送病院的时间。这名细科的副站长11暗准备为四维国小站坐车去文心宴会站上班，却伫手扶梯顶昏倒。3分钟了后，指挥民众发现，赶紧呼叫站长来斗相共。这名细科副站长几工了后宣告死亡。议员质疑是因为人力调度出问题，造成倒伫涂骹系统时无人发现。这人员调度上面是哪里发生的事情，才把人调到哪里去，这是不对的。这应该是要补齐站内人员不足的问题。每次一发生事情，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完全当作耳边风。也有中捷员工质疑，中捷是因为将保全调去车厢执勤，才会无及时发现救袂倒来姓柯副站长的性命。中捷说明，这位副站长是去上班的时阵昏倒，全力予伊协助之外，虽然甲人力配置无关系，也毋过会检讨勤务配置，将积极来检讨保全与站务人力勤务之安排，也逐步增加车站服务人力，加强旅客之服务。中捷强调，会以实际状况一步一步增加车站服务精管。也毋过，乘客认为现阶段中捷运量无悬，无增加人力的必要。目前看起来，因为大部分都是自动化的作业在进行啊，像我们进来不需要人协助啊。对啊，所以现况来讲，我觉得还好。乘客又不多，然后他们就在这边好像一直在很热心的要服务。那我觉得这个是社会人力资源的一种浪费。中捷也表示，以目前现况来讲，无人力值力也是欠的问题，也毋过也会针对各站随时检讨来加强旅客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政府农业处伫咧中秋迄天接到民众通报，讲伫咧万丹乡北花11号桥骹有一只蛞鱼。农业处找厂商来处理，用鸡腿甲一声，才抓到这只蛞鱼。伊的长度有2米多才长，54公斤重。农业处也提醒民众，若有发现蛞鱼，就要赶紧通报。屏东县有蛞鱼出现，17有民众通报有蛞鱼藏伫屏东万丹乡好铁轮顶半花11号桥骹，县府农业处委请专家来抓。这鸡仔福一喙拢规拢无，当然是惊啦，他也袂惊，大家做事人就安尼听尔。我们发现之后，因为有攻击性，所以我们才试着用买生鸡腿把它做引诱。有关府农业处委托的抓蛞鱼的专家讲，详细查看，只敢发现这只蛞鱼临时传出的5只，经过检视了，发现这只蛞鱼是目镜开门蛞鱼。经过3小时的努力之后呢，有捕获了这只鳄鱼，长呢有207公分，体重54公斤。农业处这边也再次呼吁民众如果在野外看到这种具攻击性的野生动物，一定不要强势自行处理。有专家讲，这种蛞鱼是原来种的，伫蛞鱼的种类内底体型算无大，大概会使大到1.5公尺到2.5公尺左右。种除了蛞鱼养殖户的引进，除了饲来食以外，也有民众会甲伊饲来佚佗。
养殖业者他们可以建好一些防止脱逃的一些设备，有良好的管理，这样就可以避免养殖的眼镜凯门鳄外溢。温驯而且偏胆小的物种，通常是看到人会躲在水域里面，对他来说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原则上，我们如果有看到鳄鱼，第一件事情就是离开水域。契机早伫2006年的6.12水灾，屏东县北发生养殖场的目镜凯门库鱼流入东港区，是毋是到即阵拢还未工作？无到证实。也毋过屏东县农业处呼吁讲，民众若是有发现库鱼，爱协助来通报，莫动手去掠，避免危险。记者综合报道。有业者3年前向家己关农会说面向西墙村的堆肥场了后，村民就反映讲，庄内拢是臭味，已经影响村民的生活。23载时，200个西墙村民到堆肥场也金纸抗议，要求因一定要离开西墙村。村民也金纸向堆肥场抗议。家己县面向向西墙村200多位村民，23载时来到家己县堆肥处理中心抗议，要求肥料公司离开西墙村。你在座咱看这农民，咱看这居民吼，已经3冬啊啦吼，所以我毋知讲这届吼，这居民，我代表这居民的心声讲，无协商的空间，无改善的空间。臭的啊，臭到含开塔门都唔敢开啊！哎呀，啊，若要出来外口都，还要出外口嘛唔敢出来。真正臭到真正挡袂掉啦，较会今仔日来抗议啦。3冬外前，大成长社集团向家己县农会，说面向西墙村的堆肥场处理县内饲鸡场甲饲猪场的排泄物。大成长社集团表示，交代已经投入5000多万，建议符合国家法规要求的堆肥场，会继续甲村民来沟通。基本上就照着国内的环保法规来做，那当然达到一个环保法规的基本的要求。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那我们也乐于跟西昌村的村民来保持密切的互动跟沟通，来促进彼此的了解。本局已于该场上下风处架设监测设施，必要时将会同农业单位进行现场辅导。针对大成的回应，西墙村民无愿意接受，因讲堆肥场暗时的臭味，规砖头拢闻会到，已经影响因的生活。解决的办法就是因离开西墙，也若无村民无摆渡的进驻处理口，要当地向因来抗争。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北市温州街日本时代的旧厝代代宿舍群，伫咧19透早互拆掉，其中是包括台湾数学者做永和的旧厝。台大研究生协会就即期伫咧拆厝的过程，拢无甲社会沟通。不过台湾大学声明表示，是考虑到安全问题才会拆掉。伫咧1990年头一日提出台湾图书馆的先处做永和院士，伊在生时就住伫咧台北市温州街52巷6号正，是代代伫咧日本时代起造的宿舍。校方说伫9月19甲2号、4号和6号拆掉，但是6号和8号是联动的，敢若剩8号也留咧，而且内底阁有大人。这件代志引起侪侪文资人士的关注。台大研究生协会23就召开记者会，针对台大的拆除行动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他说，他当天早上7点的时候，总务处才带着人走进去，那跟他们按门铃说，我们要拆除隔壁的建物这样子。所以在此之前，他说他其实不清楚这件事。那我们也有联系到里长，里长他今天没有办法出席，但他有跟我们讲说，其实他也是都不知道这件事情。针对温州街这事件建物，今年5月台北市府捌开过文化资产审议会，最后建物无得到文资身份。后来台大伫9月2日发表声明表示，因为建物的梁条串串，为着安全，就要甲拆掉。虽然背后也阁留咧，不过结果互校方拆一半，就惊讲这建物会有危险，所以文资工作者就要求校方爱负起责任，提出安全评估报告和结果补强的做法。有的话，你提出来就是以招公信嘛，对不对？你这就是把它拿出来，确定这是经过建筑师或结构技师计算没有问题，我们才做的这个动作。那你要拆之前，你要先把保固先做好，而不是拆了再来保固。针对台大研究生协会伫记者会提出的诉求，台大是回应讲，伫拆除进前，因拢有沟通过，嘛有找专家来做安全评估，后续会阁评估背后的建物敢有需要阁补强，未来嘛会阁规划做永和院士的纪念地点来感念伊的学术贡献。记者卢尚珠、柯秉哲台北报道。
屏东戏剧故事馆推出报警画展展览，这个展览是展出画师陈冠良的作品。伊自细汉开始画报戏台的布景，不过后来拢用电脑印刷，伊就伫路边卖烘肉。一直到棉花园，佮找伊来画布景，才佮开始画。咱即摆也来做回欣赏。人偶合一哦，然后这个红仔就是甲本身咱草老师同款。 拢徛伫同一条线。布袋戏的翁仔伫咧色彩丰富的彩楼布景头前来扮演是搁较显白，这的布景拢是画师陈冠良一笔一画画出来的。从国中开始，伊就咧画布景，一直到20几年前，电脑印刷取代手工画，伊放弃手工画布景，甲电影扛棒的工课，改伫咧路边卖烘肉，一直到棉花园来找伊，甲伊反复布景。 陈正岳先生，才讲啊，看到迄个民主，我第一旁听两块鸡，从对遐开始，开始咧接触画布景。这个舞台画甲咱真正一座庙，所以人咧讲歌艺是一个庙堂文化，庙堂文化，所以就讲伊迄个布景，我更感动的是讲，通常歌艺的布景。 拢用色足大大，但是伊不但大大了一下，它的颜色很有层次。捧场两字代表戏班收听的感情，嘛互观众师重新夹画笔。20几年来，除了画歌戏甲布袋戏的布景，伊嘛替艺术展览画主视觉。紫光灯笑伫咧画布顶头，画内底人物就活灵灵。它的里面是有感情的，你知道吗？ 这个光线是有感情。这几年传统工艺豆豆仔受正人注重，科技虽然会当快速生产作品，不过关良师伊讲手工画出来的温度并无法度被取代，伊希望透过布景画师的角度，让大家了解传统戏剧工艺的水。记者柯昭阳，屏东报道。 澳洲有一个非营利组织，逐工拢会提供免钱的早顿甲中昼顿，照顾较弱势的学生。因也发现受通货膨胀影响，今年需要免钱早顿甲中昼顿的学生啊，偏旧年是较加3成。澳洲非营利组织的志工甲食材包括鸡卵、面包，还有牛奶一箱一箱搬上卡车，因要送去南澳阿德雷德的每一个学校，为学生囡仔做免费的早顿甲中昼顿。 澳洲因为高通货膨胀的关系，支出物价一直起，直接影响到一寡弱势家庭的生活。非营利组织 Kidstar for Kids 做这种的工作已经真侪年啊，因观察到今年的需求比去年增加3成。 Especially single parents, there's a lot of pressure on them, and it's not good to be in a country like this. 伫个灶骹志工爱分工合作，有人煎法国式的熟胖，甲熟胖煎甲外口酥酥，内底软软；啊，有人爱负责烘熟胖，也是抹水果酱。Kidstar for Kids 每礼拜爱为阿德雷德360间学校提供6万份早顿。 I can last a long time feeling happy and not worrying about anything because when I come into the breakfast club, all my worries go away. It does help families a lot. You know, it's today, like at the moment, the cost of living is really high, so it's really good they're helping a lot, the kids and the families too. Kidstar for Kids 的创办人讲，为学生囡仔做早顿甲中昼顿的想法，是因为细汉时啊家境散赤，看到伊的妈妈定定为了食实伫烦恼，所以决定大汉了后要帮助有需要的弱势家庭。公司新闻新乐部编译。落尾咱最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 北部地区25度到32度，中部地区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24度到34度，东部地区25度到33度。 高岛地区21度到31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咱明仔载再会。